们填死案后，就来运动一下吧，跑一下，走。我从小伫龙潭，大家一直都爱过小毕业，离开龙潭到台北到亚下。我上次要转来就要到也算是龙潭新泰嘅公园，就是龙潭运动公园。它现在也做很多整修，我看它现在跟以前变到同无共用。啊，我记得我小嘅时节，上次为了哥哥来运动公园。跑步会来这边运动，该用是很网游，也个篮球场。呀，大家看到这里看到呀，蓝色嘅，就是那个操场中间。其实头摆唔係上段的，头摆可能时间久的较久的，故所呀它有做过整修，完全无共用。龙潭对我来说的重要性哦，我觉得。最重要的是，它就是我的家乡嘛。那我从小在这边长大，那我在这边长大，在这边读书，我整个国小都是在这边一个超过100年的学校——龙潭国小，还低调被偷书。鸦片就係我細嘅時節，過細嘅時節，當禮拜都會來個地方。其實這一片草地是一個槌球場，但我們那時候細嘅時節，當到過細嘅同學啊、朋友啊，就會想講，亞美離我哋較近，所以我們每個禮拜6日都會來這邊集合。那沒有一個真的在市區一個合適的棒球場。所以我们就来霸占这个槌球场。从一开始的，我们每个人准备手套、准备球。一口一4 S 节，我们还没有准备垒包，所以人又少。我们在准备打击或者是投手球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自己带一个纸板，或者是自己用手套当做垒包，轮流。就要打击的人，他就会自动拿手套放这边，让裁判可以看清楚好球带的位置，然后就站着，然后就这样。那记得该勇士，因为我们人不多，所以我们每一场都会上场，然后就轮流。记得泰嘎青熊会做个就黑投手，那有时候会比赛吧，所以大家很想要当投手，先发投手，或者是旁边就是中继后援投手在准备的区域，真的就跟球赛是一模一样的。那时候，对我来讲啊，就是我打击比较不擅长，那我很喜欢投球。所以我很喜欢，也很想要当投手这件事。那个时候，年纪小嘛，所以大家就是很努力在吹球速。这是我们现在比较常打的红线，就是有缝线的球。其实有一个人强秒，不过我唔记得黑马啥的。然后肚后请到一粒，就会我的 CS 也看到那种稍微有一点弹性，然后。没有缝线的球，那时候就是不断的在练习，跟缝线握曲球好像转换，就是它那个变化好像跟有缝线的这种球好像有点不一样，就不断的在练习滑球，好多回忆哦。